大家平安，我是阿峰。即个来讲科技网的问题哦，就是柳丁吼，柳丁就是共花的孙啊，吼，譬如讲共款拢是核桃，还是讲红桃，还是红砖啊，还是乌梅啊，吼，啊数字就是照譬如讲一两三四五安尼排，吼，还是讲二三四五六，还是三四五六七，吼，啊排到十 JQKS 安尼，吼，所以顺有10款，吼，有即十种吼，啊，就是花啊共色，吼，共色。即条题目是讲科技网有52支牌，吼，啊，甲牌插互伊嚼了后，抽5支，吼，所以为52支牌内面抽5支，吼，啊，即5支牌咧，拄啊好是柳丁的几率是偌济？吼，即条真趣味哦。吼，要安怎来算？吼，咱先来看分母的部分。吼，分母的部分咧，就是因为是为52支牌内面抽5支，所以就是 C52五安尼。吼，分母应该无啥问题。啊，分子咧，分子要安怎来处理？吼，分子就是来探讨柳丁的状况，看有几款柳丁。吼，啊，柳丁有几款？吼，咱先想看觅，就是柳丁是共花的顺嘛，所以花啊共色啊共花嘛。吼，啊，咱要带一种花，有乌桃、红桃、红砖啊，甲乌梅啊，吼，有4款嘛。啊，这4款内面先拣一款出来，吼，所以4款内面拣一款出来就是 C41安尼，吼。譬如讲，我拣着红砖啊，吼，啊，刷来就是拣顺嘛，啊，顺有一两三四五到十 JQKS，吼，有10款，所以10款顺内面拣一款，所以就个乘 C11，吼，安尼，吼，是拢总有40种，所以共花顺柳丁有40种，吼，所以几率，吼，啊，一般几率惯势我用 T 来写，吼，就是分母 C52五啊，分子40安尼，好，啊后壁就是计算的问题吼，好，就是52乘52乘50乘49乘48，佮去分互1乘2乘3乘4乘5，好，咱来做约分吼。好，啊，算到尾也是安尼啦吼，数字无介好看吼，啊，大概就是哦，迄几率足细，用科学记号来写就是1.539去乘10个负5平方，好，结束。好，大概数字是安尼啦吼，啊，较就是正确的就是这，吼。64974分1，吼，结束。